后来乡亲啊，讲这个台湾的人口数生不如死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，也就是讲，这个出世的人口数比死亡的人口数要搁较少。内政部上新的统计，今年1月出生的人数9601人，无到1万人，是有史以来上少的一个月。啊，同款是1月份死亡的人数是76332个人，这个死亡的人数比出世的人数加出着6731个人。讲这个状况若继续来恶化，恐惊会严重来冲击着经济。两个囡仔拄大好，不过你身躯边有偌济家庭，即马阁有2个囡仔。就原本呢，其实我只想生1胎而已，因为我觉得不管在经济上，或者是体力上，就是照顾小孩实在是太累了。经济压力和时间分配，台湾有袂少家庭敢若生1个，或者是规气卖生，嘛有台湾的出生率继续下降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数字，2020年1月到2021年1月，台湾死亡人数净平均，今年1月死亡人数是16332个人，出生人数煞伫今年继续下降，敢若9601人，人口负成长的差额有6731个人。恐惊变做国安危机。现在目前的减少可能还不是太多，但是到了2040年之后的减少，那每一年可以减少的恐怕就是在20-30万、30-40万。最近这1年很明显看到，就是很多的学校都已经找不到学生了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全面性的，那么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，也会影响到台湾的国防。为了改善状况，政府补助，不过敢若无够啥人，还是有帮助的，但是不会就是成为就是吸引我在生小孩的一个很大的诱因。其实台湾的结婚率增加，大部分的民众对收入拢无满足，拢是造成生育率增加的问题。应该从根本的原因来解决，才会使让大家安心生囡仔。